喺人生旅途上，我哋有時會感到困惑同絕望，特別係當最深切嘅渴望似乎永遠無法實現嘅時候。聖經中嘅拉結，佢渴望擁有孩子，但年復一年，心裏只有沉重嘆息，飽受不育嘅煎熬。喺最感無助嘅時候，拉結從未放棄向神呼求，而神信實又慈愛，從未忘記佢。聖經創世記第30章為我哋帶來極大安慰，神顧念拉結，應允了他。呢個應許提醒我哋，即使喺最黑暗時刻，神都一直喺我哋身邊，細心聆聽禱告。拉結最終誕下約瑟，呢唔單止係新生命誕生，更係神豐盛恩典嘅明證。無論你今日面對幾大困難，覺得生命無以為繼，請記得，我哋嘅神充滿愛同恩典，佢會喺你意想不到嘅方式賜下豐盛，佢嘅愛永遠同你同行。